创工业吼，派去。有钱人拢会使来做，因为这爱开钱，但是有钱人不一定敢开，真侪好业人不一定敢开，吼、所以就是你若有这份心，对宗教的信仰有这份心，一世人你无可能有几届要拄着做少，你拄着做少的时阵，你要做大条嘛不见得做会到，所以咱这份心爱去报名。报名了，经过妈祖婆的跋杯，产生大条。你要做大条，基本上就是爱跋到大条，就是爱6万20万，副条5万。做足开钱，这钱啊啦。所以咱有扣丁口钱，丁是查甫，口是查某，丁口钱就是查甫查某拢爱交。今仔如果是扣丁钱，就是查甫才有扣。所以咱这是扣丁口钱。所以咱扣的时是写丁口钱，所以丁口钱就是查甫查某拢爱交。一个人偌济？一个人400块。丁口钱扣起来了吼，庄卡里有分段的吼，像恁大篮有分段的，就是50%。阮留咧个用。里长留咧分段用。50%交互总理团。嘿，市中心的里，像咱这条就是有北门、北安、泰安、北卫这市中心的里，100%交互大公。哦，总理团，然后大公50%的庄卡里，甲100%的市中心里，收集了后，因摕48%去，阮52%的钱，所以这个持分了后，阮分等的钱，北条就分到307万。不过咱有扣，咱无够啊，无够，一定无够。一定无够。就看这办事处理无够的情形下，就是变做讲是封信状来落关，不足的部分就是大条爱装揽。民宿呢，在12月5号都已经被预定客满，可见这一次奏酒活动带来多大的旅游商机。如果你明天还不来，就要再等12年喽。